嚟到新欄目 TCG 天文台，我係你哋嘅卡牌氣象主持160。呢條片嘅由嚟咧，就係我用咗3分鐘時間，我睇咗好多令人振奮嘅新聞啊！咁好想分享俾大家啦，於是乎就用咗2分鐘時間去搜集資料，同埋用咗半日時間去諗好咗呢個新嘅欄目，同埋安咗個 title 俾自己啊！呢條片就係咁樣誕生㗎啦。科普下先。Rift 班中文係符文戰場，係以大家嘅共同童年回憶 LOL 為設計背景嘅 TCG。咁簡體中文版咧就最先喺上年8月推出，跟住就到英文版啦。不過咧，因為香港一直都係冇官檔嘅消息啦，咁所以咧呢大半年嚟咧唔想北上嘅朋友仔咧就只可以喺香港參加零散嘅私賽啦，或者同朋友仔自私玩啊。今次官方同簡中一樣啦，一樣係閃魂。咁值得一提嘅係，除咗既有嘅英文版之外咧，仲新增咗繁體中文版。咁英文 release 咧已經去到 set 3啦，咁7月咧就係 set 4啦。咁暫時咧就見到繁體中文版咧就得 set 1嘅預訂嘅啫。咁睇下官方咧幾時會再出個追 set 嘅 roadmap。咁呢度加多句啦，咁咧 Rift 班嘅觀賽咧用卡咧係冇限制語言版本嘅。咁所以就算係入坑咗英文啦，就係簡中咧，就係諗住遲下等繁中咧都可以用到㗎。另外咧，官方都公布咗啦，東南亞第一個區域賽嚟緊會係喺新加坡嗰度舉行啦。咁睇下我有冇機會抽到參加下先。今日嘅天氣報告嚟到呢度，記得黐撚線，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散會。